我阿爸心嘛，甲咱放袂记啊。恁阿爸是一个讲话算话的，伊去过的红纸，搁搭伫庙内壁顶，伊一定会倒来现旧的。你嘛知影哈鲁？当然啦，啊，就是你文章内底重要主干的，大家伫话车站等主人回来。文章，啊你咧？你有啥物愿望？我的愿望就是希望我阿爸会当赶紧转来。2月2号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火车来去。